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Super Nano 嘅 John。今日咧就為大家咧介紹翻咧我哋公司呢個 Super Nano 嘅產品咧。咁我哋引入咗香港咧就差唔多15年㗎啦。咁啊一向咧個口碑都非常之好嘅。咁佢個產品嘅特性咧就係佢係利用一啲金屬微粒啦，有銀啦、銅啦同埋呢個鉛啦。咁佢就令到引擎裏邊個金屬磨損咧花痕咧，咁佢就可以填補翻佢。咁同埋佢咧，佢唔會話作為一個二次傷害個引擎嘅，咁同埋佢咧嗰個會令到個引擎咧就嗰個壓縮比高翻啦，咁啊增加個馬力啦，咁同埋減低個耗油量啦，咁同埋咧令到個車咧個壽命更加長嘅。Hello，我係 Super Nano 嘅 Charlie。咁今日咧呢個就係 Super Nano 嘅引擎超級引擎機油啦。咁佢德國製造啦 ，Ester 加 PAO 基礎油，再加有大車廠波士、寶馬、Benz 嘅規格。咁啊，佢從坊間有咩特別？就佢可以維持得長啊，8000至1萬公里咧都可以保持佢嗰個性能啦。咁亦都可以提升翻動力啊，同埋最重要係慳油嘅。呢個時勢係非常適合。咁啊，換油之前咧可以清洗入邊嘅內臟，就係可以用我哋呢個 Super Nano 嘅 Engine Flush 清洗啲油嚟咧，讓個車撐得更行。咁啊，呢個仲有我哋嘅柴油版引擎修復劑啦，同埋揸開 DSG-AT CVT 波箱嘅你，想轉檔更順就可以用我呢支波箱修復劑。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S Tuning 嘅 Steven。咁我哋同 Super Nano 呢個牌子已經合作咗一段時間啦。咁我哋翻嚟嘅 feedback 咧都係唔錯嘅。好多車主都同我講話呢一隻偈油用咗之後，成架車翻晒嚟，然後佢再用埋呢個引擎嘅復活劑，成架車可以出廠翻嚟咁樣。我哋誠意推介呢一隻 Super Nano。